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北树林的社岛火烧厝真严重，有一栋3层楼的透天厝，面顶2楼是假10间的套房，住9个人，到伫半暝啊导火烧起来，啊导火点就伫个出入口上边啊迄间。 除了导火迄户的70岁老先生走有出来，其他8个人拢调离个火场，是加载警消人员甲人一个一个救出来。不过其中一个男子砸着火焰，送病院急救，救无倒来。这场的大火，一个死亡，6个受伤。帮我做个绿苗啊！对，了了。 行动不方便的老大人听到火烧厝，赶紧要走，原警啊扶去外口厝边，赶紧来斗相共。透天厝有人掉入内底，厝边是要斗相共，抑过火实在伤过大，不时有爆炸声，陆续有8人被救出来，其中一个已经无开啊。在左边啊！左边啊！左边啊！左转对。1、2、3。你家己放位，啊，就位个房间或者哦。 台北市树林区延平北路8段巷这3层楼的透天厝，2楼、3楼总共计10间的房间，有住9个厝卡。今日透早住2楼上外口这个70岁黄老先生的房间，熊熊大火，一直出乌烟。住伫正顶悬的40岁姓詹的查甫人被砸甲昏去，当场已经无开啊！送去病院嘛是救无活。导火点敢若是市民道边的电线，厝卡涉嫌过失致死。 他们看到火势的时候啊，火势很大，尝试灭火，可是灭火失败，因为它的起火点啊就在出入口处啊，它造成民众的逃生困难。 厝边表示讲，规栋的透天有假套房甲雅房，1个月租金7000到1万块，厝卡大部分是社工介绍过来，经济比较较弱势。虽然厝口讲敢若是2楼放火，抑过导火点这个老先生因为受真济乌烟被砸着伤，目前要入病院伫治疗，就要等伊精神了，才会当调查导火原因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